来继续来看这个婚林喜地乡公所来举办着日月潭精品咖啡的评鉴。不过，这个喜地乡公所应该是伫咧南投才对。这个评审团讲，今年咖啡豆的品质是有史以来上好的一届，总共选出着3位的特等奖，由这个咖啡农心颖摕到特等1的成绩，伊顶一届嘛摕到冠军。 今年日月潭精品咖啡评鉴，因为疫情影响，主办单位用网络牛背方式，透过全国一流的专家评鉴。评审刘千如参考专家意见讲，不管是风味、口感、纯度，今年咖啡豆的品质是这几年上好的一届。整体来看，我们今年的样本的干净度都非常的高。 公所举办这项比赛，主要是提升咖啡的水准。每日喜地乡的乡长宣布冠军特等奖的成绩。我并没有特别去想象说它会呈现出这么美味的味道。那评审他有跟我回复的说，他们喝到的味道是一磨开就闻到的茉莉花香。喜地乡的咖啡品质有专家认证，让喜地乡的咖啡产业更加发展。今日举办分享会，阿在咧5月7日会举办表演活动。 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